像一场没打招呼的落雪，孩子们转身奔向他们的远方，屋子里突然安静得像个季节。回头看20几岁时的执着，像一场没能醒来的宿醉。那时候总以为要把世界改变，现在想只要不被时间改变就很美。虽然没有很多存款，可我日子吃饱喝足更自在。虽然没有名车大房，可我走路无忧无虑更痛快。前半生为了生活每天在奔波，后半生只求平安健康大不买。大半辈子换来这体会，不求发达杂志，就转身时心里还活得痛快。袋里渐渐少了冲动的本钱，行囊里却多了看透了智慧。有些朋友走着走着就散在风里，留下来的哪怕不说话也最珍贵。不再去勉强融入不合适的圈子，也不再为了一场误会争个是非。人生的下半场沙阵已经吹响，换个步调慢慢走，其实也挺美。虽然没有杜鹃中的儿子，可我有个听话懂事的儿子。虽然没有很多朋友在身旁，可我有最爱的家人来陪伴。这辈子为了柴米油盐在打拼，这阵子看到孩子长大就安心。风风雨雨走了大半生，不去跟人比，只想回到家抱抱老婆更开心。下午好，大场面的也没有还好吧？对。有看到秀子，对啊，我把它剪出来了。车内的摄影机，我把它剪出来。呀，这样子有比较稳吗？这样有没有比较不会断断续续？刚讲完又来了，是这样。不要，今天这两天呢、啊，我真的觉得这两天网络真的很怪。美珠姐晚上好。怪怪的。原来有剪出来，有啊，有剪出来。
打我一拳哦，一拳我觉得还好，但打第二拳我就会受不了，所以我已经先警告过他，因为喝醉的人再怎么跟他讲哦，讲不通嘛。但他如果打我的脸，我一定受不了。打身体，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啦，应该是说，他是动我的脸的那个，他叫我把强转我的脸嘛，然后去看他后面。可是我在开车，我不可能转后面看，对，除非停等红绿灯嘛。那行驶中怎么可能？那李恩姐晚上好。没有，我已经调720了。但他昨天就很奇怪，一下子讲话 OK 的，一下子讲话又不正常，这很奇怪。但我能理解的是，他可能为了他朋友，可能觉得他朋友这样子，对，就是好像不行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喝挂的那种脸的。医院跟棺材哦，不能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和平吗？对，我能体谅他，可能关心他朋友，对，但是我也警告过，我也警告他。对，在以下我就不可能这样忍受了。不知道，就是网络大叔，就是网络怪怪的。对，明明满格，可是他却一直那个，对，断断续续的。防尘道具我有啊，我的驾驶座左侧有啊，我有辣椒水啊。那非到必要时刻，我是不会拿来用。画面比较糊点，先调降试看看啊，但我也不知道网络。对，如果我们现在开播，然后中间如果有断掉，我再切回来。但就是蛮奇怪的，对，明明满格，可是它却断断续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在想，昨天他也可能真的是关心他朋友会不会怎么样。对，我们事后来想嘛，事后来想，有可能真的是关心他朋友会不会怎么样。所以关心，同时可能又加上喝了酒，心浮气躁点，这也是有可能的。部分网络搜讯不好，不知道不知道这边是怎样，我不知道。画质有比较差点吗？可是我怎么看不出来？我怎么看不出来？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差不多。深夜的月台脚步渐渐慢了，车厢变空了，身体也变轻了。喝醉的想念靠着扶手睡着了，我要的再近一点，让你做个好梦。日复一日的轨道，从不觉得累，因为你们的青春在这里交汇，每一张票开都是故事的敬畏。谢谢你把动听的时间与我分。每天都匆匆忙忙的赶路，受了委屈，这里就是避风处。每站都陆陆续续地上下着疲惫的心，脚步陪着一段旅途。平常看720太习惯，不是，当然有好一点，我们当然是看好一点的啦，可以切换好一点是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刚刚试的，它就是会断断续续，不知道是这一区可能。大家都在用网络，会不会是这样？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直走，等着塞在那边，我不要。真的看得出来吗？我都看不出来。
虑要赌，记着这里永远是你的避风处，随列车摇晃，放慢你的脚步，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你的归途。来去一下午好啊。对啊，其实你用手机看其实是没什么多大差别，但或许可能用电脑看啊，用电视看啊，对，或许会有差别啦。但我用手机看是还好。今天礼拜几？啊，今天礼拜3。哎呀，难怪又是礼拜3了。两个车道都是公车的吗？没有吧？礼拜3是休息，不是的，我不是在说这个啦。哎，难怪今天看不到垃圾车，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吗？我已经点到为止了，你知道吗？我点到为止就好了。往好的地方想，有啊，我一向都往好的地方想啊，不然能怎么办呢？是不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对，这种就是这样子，不可能每天都在过年的啦，有好也会有坏啊，是不是？今天主题不用想啊，我昨天有讲了。今天主题不用想。
一下哈。水塘也曾被麻雀看一眼，拍拍灰尘，又是新的冒险。不需要地图，也不用谁的指南针，每一条闯路都有不同的风景。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角落的人正在等待，听我说这一路的旅程。继续起航，不用去羡慕那些大树的倔强。我的自由是他们想象不到的翅膀。终点，飘呀飘，飘过告别的季节，蒲公英的双眼看见了整个世界。风慢慢停了，雨也跟着掉落，轻轻地睡在土壤的怀抱里，等下一个春天再次相遇，再次相遇。
哎，对，7点就知道了，7点就一定会知道，7点左右。对，我要说左右，我不能说准时。嗯，没关系啦。对，这么长的直播本来就会有人会睡觉啊，正常，好不好？对，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啊，也不可能一直守在直播前面啊。所以还好啦，反正不是很重要，7点之后就会知道了。哎，下风晚上好。刚刚看到了，你要看完整版就回去昨天直播就知道了。最不喜欢就是喝酒、吸毒，那当然了，不用讲了，人性本恶，每个人的看法。对，我刚才也有讲了，我说其实有可能是他真的很在乎他朋友的状况的，但就是时好时坏，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叫我闯红灯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还跨越双黄线，怎么可能呢？不能影响别人的事啊。但这个就是这样，有时候很难说啦。你说，一个酒醉躺在后面的人，他前座，那时候他们上车，我就说，他如果醉成这样，我没有办法载，对，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但想不到前面那个说正常也不正常，也是怪怪的。你讲的是没错的，对，遇到这2种人，对，必须先离开。但是有时候我们这种营业的这种开车方式也很难讲啊，对。当然我想要走啊，可是问题是，他们把后面的门全部拉住了啊，我怎么走？对，当他。前面本来是正常的拦车，谁知道后面来一个，对不对？我要走不了，我只能说要有一个正常的人。谁知道？对，这种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的，我也不知道。谢谢你的大声，我们出发了。
还好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发现后座不下车，我就觉得不妙，所以当下就是马上报警。当下马上报警，因为对我看那个医院那个警卫大哥也没有办法处理，他也没什么，他也说他没有公权力啊，他也是疏导而已，他也不能干嘛，所以就只能报警处理啊，对不对？警察啊也跟我说他也没办法，我的靠，我说你都没办法了，谁有办法？你或许可以不用跟陌生人多说话，但是我们就没办法。对啊，我们每天载到都是陌生人啊，对，都在这个小小空间里面载到的客人全部都是陌生人啊，对，不可能上车就是你认识的，所以很难啊。各行各业都有他为难的地方啊。像你一定有你的困难之处啊。那像在这边收讯就不好了，奇怪了。着手机，难免都是幸福的时分。每个人都在寻找满分的另一半，要多完美才能算及格的分，要多浪漫才能把寂寞都冲散。我们听过太多的道理，懈怠期盼，却忘了2个星期是不需要计算。几分之几的爱都是一种温暖，牵着手一起去闯，才不会孤单。爱情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网络的问题，对啊，所以他这个已经是满格了，他那边就最近我跟你说，这2天真的是中华电信网络很奇怪。当然不是用手机呀、不是用手机呀、
以前是用手机直播的，现在已经不是了。而且它机器没有过热，对，它机器过热会写过热保护装置。夜的山道失去了讯号，方向盘握紧，手心出了汗。这条山路还要绕几个弯，车灯划破前方的空洞，两旁树影像电影幕后，山风吹过车窗。虽然安静，听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前进，甩开所有烦恼。我会怕黑，在这漆黑的路，我会怕黑，走不到下山的路。回想起终于绕出了山谷，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窗外月光静静照在墙上，那些恐惧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会怕黑，在这睡不着的夜，我会怕黑，闭上眼全是孤独。翻个身，听着闹钟滴答滴走，黑夜只是刻骨铭心，没找到出口。再撑一下下听首歌的时间，就能盼到天亮时的温柔。我会怕黑，熬过这漫长的夜。我会怕黑，走向了有光的大后。我会怕黑，那天终于亮了，迎接阳光。这种天气晚上吃凉面，不错的选择。对，以前手机哦，怎么说呢？它就是直播的时候，对，纵使你固定的很固定，它已经很稳哦，可是你画面就没有这么像云台这样子的流畅度了。对，就没有那种流畅度，所以势必得更换设备，不然它以前那种画质真的是，对我看了都没办法接受。对，不至于说太好，但是它就是远远的地方其实就看不太清楚，而且它会晃动。但以前手机确实我坦白说，它的收音是真的不错。对，它的收音是真的很好。但就是有一好没有两好，对你要求收音的话，画质就会很差，对。
继续，风还在吹，我还在游荡。哒哒哒，哒哒风扇声是因为好不好？手机会过热，对，所以要在手机后面装个风扇。就装个风扇，铁定热档。尤其是夏天，对啊，夏天快到了。应该是说已经到了。駅のホームの誰もが遠くを今日生きながら明日を過ごすお母さんの声を電話で聞いてお父さんとお茶を飲もうかまた今度という約束よりも今夜妻の笑顔になろう砂時計は止まらない僕らが握る今の手を僕らが一緒にいる時に写真を撮ろうよこの瞬間を僕らが一緒にいる時に明日を忘れて幸せを抱きしめよう鏡を見れば大人になってみんなも少し年を取った忙しいわけ怎么排一整排是怎样？して後悔する前に会いに行こう哦，等右转排一整排哦，晕了我。僕らが握る今の手を僕らが一緒にいる時に写真を撮ろうよこの瞬間を僕らが一緒にいる時にそばに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時間は戻らない片道全部你好，你好，我前面就接右转，哎，宪国北路
再回转，要去五常街。回转，对，直接走到建国北嘛，哎，然后再左转，对，左转，然后再走五常街。哦，谢谢。好。总以为日子还长得很，总以为下次再聚不迟。我们习惯对陌生人客气点头，却把最敷衍的耐心留给最亲近的人。打个电话，听听妈妈的啰嗦，约个时间陪爸爸喝一杯茶。沃中线的。就在今晚变成实实在在的相聚，时间的手从来不停留，我们能握紧的只有现在的手。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听彼此的笑声，感受手心的温度。哦，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忘记明天的烦恼，留住这一刻的幸福。看着镜子，发现自己长大了；看着身边，发现他们变老了。那些忙碌的借口，该停一停了。别让等待变成一辈子的遗憾。时间的沙漏从来不停留，我们能握紧的只有现在的手。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我知道。好。从起点记录这一刻的感触。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谢谢你陪在身边，走过这一路的旅途。时间是一条不回头的单行道，每过一天就少了一天的在左转，这个巷子，那个红绿灯。红绿灯那个巷子。对好。早一些带着走的微笑。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听彼此的笑声，感受手心的温度。好。一起的时候，谢谢你陪在身边，走过这一路的旅途。看着眼前的人，轻声说一句谢谢，趁着我们都在这里，好好珍惜这道。那等一下全家停哈。好。等一下哈。清晨5点半，终于开始蒸腾， OK。天还没亮，小心。只剩太阳。好，谢谢。书包下的太小心哈。压的气有点痛，镜子里的黑眼圈擦伤着我边缘。走在熟悉的路上，脚步却无比沉重。同车厢的每个人眼神都一样空洞。让我开进来这个，这边就很难走了。我走在海峡，灵魂早就已经麻木，每个人都在跑，我只能拼命跟上脚步，生怕遇到流星。
这一条都是卖吃的，市场旁边。早餐特价，2师兄肉羹，早餐特价肉羹饭50块，6点到10点。给我一天自由，只要一天就好，躲不开这场比赛，找不到地方停下来，就让我放松一天，只要一天就好，丢掉沉重的书包，找回原本的痛快，真的只要一天就好，让我把书包放下，忘记所有考卷，只要一天就好，找回我很久没出现的微笑。五常附近，对，王子怡晚上好，特价要约阿强来吃，什么特价？你说刚才那个、那是肉跟饭呢、对。
在这边是怎样？脚踏车是无底的，你看，无敌星星的。考试哦，很久没考试了呢。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对很多地方真的是网络问题，有没有？真的很奇怪。哦 ，Oh my god！ 那台脚踏车就要闯红灯骑过去了，那个阿伯啊，他真的当他是无敌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脚踏车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蛮危险的，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对啊，因为你有车牌找得到人啊，对，那种没有车牌找不到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看我那么？跟不上法规，没办法啦，台湾就是这样。你看有自行车道，就还不错，对。但是他们还是会，对，到底是他们还会以为他们是行人，对。那行人不能走的时候，他会当他是机慢车。对，所以2种它都可以走，有没有？机慢车可以走的，它可以走；行人可以走的，它也可以走。所以我就说这个政策真的很奇怪。你说3个整目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规定，对，或者是在站斑马线上，他根本没有要走，可是你却要因为他站在那边，你就要停下来，对，你就却因为他站那边就要停下来，对，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哦，对，不管行人是红灯还是绿灯，你只要靠近他，你就拘了。台湾道路规划都不清楚，所以才会有什么对帝王条款啊，什么什么的。是啊，那你不如设置全10项就好了，对不对？行人绿灯的时候就全部绿灯，让他们全部一次走得够，对。我把车子绿灯的时候，行人就不能走，就这样，不是很好吗？全10项不是很好吗？对，虽然等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可是至少安全啊。那右边的右转的卡在行人要走，全部卡住。对，等什么？等行人红灯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跟你走，你还是一样卡住。全部都塞在这条路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有没有？像我现在如果要右转，明明绿灯哦，我没办法转哦，我要等行人过。可是这边有公车站，所以有时候下公车的行人，他才不管你呢。对，他红灯还是照跟你走。那照跟你走呢，你拿他没皮条，你还是得等他。对不对？等你要过的时候，还有红灯了。对，我说的就是人车分流，就全10项啊。我现在右转，对。可是如果公车下，对，有些人会直接过马路，他还不管。你看，我左边又有一个转红灯，对，他还是在那边跟你走。这就是很奇怪啊！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懂，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懂，对，那是因为缺钱缺疯了，对，要从驾驶人身上多花点钱。
哎，李世荣晚上好。对，全时线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只是时间等的比较久一点而已，那很 OK 啊，我觉得这样子很安全啊。对，绿灯可能45秒、1分钟，好不好？对，你就全部可以走，你要横着走，对，你要穿越，你要横向走都没有关系，全部都绿灯不是很好。对，行人绿灯啊。这种既安全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对，只是等，可能开车的人会觉得，哎，这个可能要等比较久，久了就习惯了嘛，大家会习惯。不然刚开始，对，才比较99秒，甚至快2分钟，怎么办？还不是得等，是不是？还是得等啊。那等久了，大家就会习惯啊，这个红绿灯要等很久啊，那个红绿灯要等很久。那至少保障行人的安全嘛，对，才不会说啊，车子要过，行人也要过。然后对，就像你讲的，会造成对立嘛，行人会说啊，我走路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对，你开车的也会下来走路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只要求说彼此安全，这是很重要的。对，你不要这边绿灯了，然后行人又在走，你就必须等那边的行人过完你才能过，然后有时候过个1台2台，哎就狙了，就不能过了，这样何必呢？1975晚上好。然后又有脚踏车要过，又有行人要过，然后又有这样子的，对，不走斑马线的，难怪每次载客人南部上来的那种，所以说你们台北的车真的是太难开了，在台北开车太困难了，对，看头看尾，顾前顾后，还要看这个号志灯。对，还有些路段不能左转，不能右转，不能干嘛的哦，还要怎么样，还要分时间性的。话也没说错啦，因为确实就是这样。
要看的东西很多啦，真的。要看的东西真的很多啦。不对，丫丫你这样说不对，对，应该是说都累，只是手排更累，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应该是在台北开车都累，手排会更累。今天真的是礼拜三呢。休息一下，等一下开放哦。如果明天是个晴天，我们就去海边。100个愿望为你实现，100次我的无限愿。你一转身，我就听见心里那句我愿意。100个愿望为你实现，100次把你放最
晚上好啊，瑞瑞。好了，我先贴那个好了。等一下，等我一下哦。直播标题是日语，也有中文啊，也有英文啊，都有的。本来还想放韩语的，对，但是放不下了，对，它标题有限制字数，对，限制字数我就没办法放了。走，谁给了？没有想要增加韩语，它字数放不下，就算了。哦，你妈的嘞！你不能这样插过来，然后你就卡在路中间吧？哼，我的晕倒我。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
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一声，恰似你的温柔。南港有公车火灾，是太热烧起来了，乘客应该都下车了吧？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
长路迢迢，情丝缠绕，其实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本是云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水，任孤独地飘零。波及路边停放2台车，却无缘再聚，愿苍天变了心。人没事就好了。让我离开你，而你能平静，只愿你放心，也不要你担心。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是否足够气质长路迢迢，情丝缠绕。是啊，有人搞一个，今天就不好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每个礼拜3我都是这样。看，刚刚那个应该，他后来在，算了，我在讲什么？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天。也应该在右转忠孝东路前，他已经切到我的前面去。对，那台摩托车挡在我前面，没办法。算了啦，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新山的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放宽心，
我一向都放很宽呢。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心上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要的只有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我愿把所有最美好的统统都给你。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不可你好，深公路那个之前的西华饭店那里。好的。这个有点钱，我上。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留家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去找那蓝色的小妖怪。人生中永远的紧的麻烦，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手指子很短，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怕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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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最近比较烦，我比较烦。
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要是我最感性的负担。不烦，我不烦，就一点烦，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不烦，我不烦，我不烦，我只有一点烦，我不烦，我真的不烦，人生很灿烂，灿烂，我不烦，你比我烦，你比我烦，你比较烦，你比较烦，我不烦，我一点不烦，我不烦。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我只要看到你，就会快抽筋心律不整。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我不想改变发型，也不想变化口气，只为了让你爱我更认真。不能呼吸，那条右转进去吗？是那条右转进去吗？西华隔壁那条。对呀、什么？从这里我不太认识路。西华在哪？西华这边呢？哦，好，那就这里进去。没有，我要等你回答，因为我不敢开。OK。你说你不爱我，只因为我的嘴唇。我说我喜欢冠军，喜欢香水，喜欢粉，我就喜欢，我是这种女生。不能呼吸，这边那里转。好。然后，今天停好，右转这边停。好，然后我给你钱，多少？等一下哦。125。好，看一下。谢谢。这叫这种最恐怖。我说恐怖的是他到点才跟我说这边停就好了。你不是啊？这不能临时喊停啊，因为这种东西我后面还有车子，我到底是要靠边还是怎么样？对，后面还有一台摩托车要过，这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在暴露的同时，我真的希望好不好可以提早讲。对，连他家附近他都不知道了，我能怎么办呢？我说转西华吗？对，他居然这边是哪里？你们应该没喝醉吧？没有，他没有喝醉，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最好是阿强带女儿去吃大小头啦，你怎么知道？腐烂。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可是他有点恍神啊，你说海底针也不是这样说，他不知道在喊明什么。也不讲地址那都没有关系，对啊，至少你要提早说嘛，对不对？走哪里要提早说，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要走哪边？大哥，我让你靠过来已经很久了。双手，就算刮风下雨，我就是要你待在我身边，保护你直到永远。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你什么都不差，月儿弯弯，爱的傻，没有一个理由过得那么复杂。什么都不差。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要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要把一切当作玩笑。
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谁比较？我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庸人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你大大的马蹄记得继续劳作，不想加完用你的光辉照亮我，想千里往事有着浮生中若何？如果害怕犯错，什么都不去做，怎么让心动的你好，你好，我们到过北路到民族东路。好。都走平面吗？可以。都方便了，一个上去再下去，一个是直走的。像情话的几何，就像是错的几
像那夜黑色，无暇去联络，却留不进你一个眼神独特。爱已出生往后过，我都说了着，你就是条条心河，最美的那一刻，充满热闹的角落，有日光照亮我，你是我心之所向，牵挂的结合，寻找线索的寂寞，却不能打破，你会栖息在我每一个角落，你会栖息在我每一个角落。等下民主是要左转。等下民主前面你的红绿灯右转进巷子，那里全部都是单行道。哦，谢谢你。不会。
跟梅就靠边停。嗯，这边哎，谢谢。25，谢谢。这个是哪里？哦，我看到了，我知道这个是哪里了。这个是一郎啊。这里没有了。这附近而已。
赛道这附近的。587晚上好。那大哥那么晚还在卖面包，然后看他今天生意好像也不是太好，对，桌上还有很多面包没卖完。小明晚上好啊，哎，小赖晚安，晚上好。其实那种电动脚踏车还是希望它真的有灯的。折叠。谢谢。可以呀。太用力，太有力。等我一下哈。好，我感受一下后面。好，谢谢。你的安全带呢？后面，你拉得到？你有抓到？有，一定有。哦，有。人家到哪边？到仁爱路3。所以你要走哪边？这边，你从这边看，往方便的地方走。哎，你那个在哪里？有了。哎，一定有的，没有就完蛋了。这条。你还认识啊？你还认识是吧？你还过来滚呢？所以走建国吗？可以。走建国。然后下去。从仁爱路下来。对，然后仁爱路下来，然后直走那个建国。哦，仁爱路下来直走建国。
没有吃饱。然后这样我是自己的，我一个人来的。有啊，就是都无食啊，然后拢叫做食哩。我这，你牙齿还没好，牙齿还没有好，牙齿有问题是吧？不要紧，牙疼哦。都有牙齿这个弄好了，就是来一个。要补吗？有没有？我你爱补啊你？哦，现在才看到。你不用补啊？不用装了吧？不用了。不用补了吧？要补啊？不要补。那中不补，不要补。看不见没关系啊，那个也不用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这个是几月啦？不停疯狂找寻你，家己对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
走，然后人家那个在前面的一个红绿灯那里向右转，向左。不是这边，还要在前面来。好，我先靠右边的。前面那个红绿灯。好。这个单行道这边走。前面像是在右转。好，这边后边就可以，谢谢。等我一下哦。哦，不对，这个是500。那个后面车子那个袋子要开一下。我已经开了，他已经开了，他说已经开了。对，他已经在哪了？嗯哼。哎，都是500的。不行啊。20块。好，谢谢你。我从这里出来。对哈，开板子。前人，这里是哪里啊？建国，我想一下是然后应该从去才对。这边巷弄实在是太多。一般在这种轮椅族很多司机都不愿意载了，对，因为吃力不讨好。对，大部分都会吃力不讨好，所以很多看到就会走了，根本不想载。但我比较奇特，对，我比较奇特。玫瑰。
转反侧。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上新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没过，没过啊，怎么可能过？红灯还过。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往每一分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前面这一台应该是台湾大的认真地车往子。每一分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走。OK，好，好，拜拜。我们到复兴，拜拜。我们到复兴南路哈，就是过忠孝有一条巷子停，过忠孝头一条巷子。过忠孝有一条巷子停，哦，因为那里是公园嘛，现在不对能停。对，现在车子不能进。对，就只能在路边停就。哦，就劳力士表在隔壁那一栋。好的。
面旁边这边哦。对，哦，公园的，对。谢谢你。哦。是。谢谢。小心哦。抽不到啦，这个真的抽不到。你好，可以啊，可以啊。没有，可以，没关系。小心哦。可以啊。看他在哪边？直走过民生东路，在右转。对。好。有吗？
而且它又不停进去。你到了过了，知道，我知道。这个要不好意思，你看，现在早上就是过了。他没看到，他有看到的啊，他也没有让你先。他是故意的啊。公车都马上。可以跳过，然后去弄一下下去。就在康士美前这个巷子前这边停的时候。这边就可以了。对。好。对，谢谢。好，谢谢。小心哦。可以吗？好，谢谢哦。谢谢，小心。那老人家动作慢一点也没有关系，等他一下而已啊，又不会说等太久。但是对，真的是超过他硬件切出来。那个其实是可以检举他什么没有进站载客人。对，他基本上公车进站至少要一半车身的一半在格子里面，可是你刚才看那一台公车是根本没有在格子里面。哎，小耀晚上好。我觉得三重也有一家油饭蛮好吃的，那力行路、三和路那一带。
三重夜市不是呢，他白天买的嘞。我之前我同事都是白天买的，一大早来公司上班前买来吃的，对，所以应该不是夜市。好像是卖白天的，然后有一点不知道是店面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去过一次，就一次，我就对一次而已。但是他是蛮常买来公司吃的。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长里大街深处一双双，拥抱着你的容，让我拥有真心的脸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明天幸福牵手一起跑。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靠近三和夜市我不知道嘞，我就说过我只去过一次而已。而且那一次应该距离现在应该有20年以上，所以我真的不记得。没有，他有店面，他不是天台，天台我还知道。算了，不重要了。对，反正也不可能再去买，也不知道在哪里，也懒得找。对。反正我现在都吃新庄那间的，有吃的话。猪肝汤是特色，怎么现在是8点多一直聊吃的是怎样？
听说他们画出了家乡英雄传奇上的士兵墙。家乡里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人生里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日子顺遂，永保佑，世世代代曾相过。有空可以去吃吃看。10点半就没了。这家火锅店还真的很多人在排队。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多余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半手鸭蛋了。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多余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火锅不平价，对啊，东西只会越来越贵啦。
要有尊严是什么？盯着荧幕闪烁着密密麻麻的字，这张办公椅困住了我多少日子？天花板的日光灯摆得太过自私，我都快忘了阳光是什么样子。打不完的报告，还有开不完的会，塞车的马路让人好想流眼泪。视窗里的世界渐渐变得好虚伪，我的心早就已经飞得好远。我想出去走走，甩开这重重的包袱。我想出去晃晃，踏上那未知的路，撕掉身上的标签，丢掉所有的防备。妹，我知，妹我知道。看着窗外的阳光，正在向我招手。这一次，我绝对不再回头。打开中的声音像是一副手铐，生活变成公式，每天都在赛跑，周围的空气闷得让人快疯掉。我知道，我知道。谁来对我说教？我想出去走走，甩开这重重的包袱。我想出去晃晃，踏上那未知的路，撕掉身上的标签，丢掉所有的防备。现在就出发，让我痛快地大喊一回。我想出去看看，听听心跳的声音。我想出去跑跑，找回最真的自己。看着窗外的阳光，正在向我招手。这一次，我绝对不再回头。世界那么大，为什么要困在这里？舒适圈的墙，这次我要亲手打破它。不管未来有多远，就算会迷失方向，我也要硬着头勇敢地去闯。我想出去走走，甩开这重重的包袱。我想出去晃晃，踏上那未知的路，撕掉身上的标签，丢掉所有的防备。现在就出发，让我痛快地大喊一回。我想出去跑跑，想出去跑跑，这窗外的阳光正在向我招手。这一次，我绝对不再回头。我想出去走走，我想出去看看。龙安德惠现在还好啦，因为
时间还没到，才9点而已。车轮滚动逃离那场背叛的防备，往事经历那些虚伪的道别，随风散落在荒凉的边界。原来掏心掏肺只是在还有先给我右手，到右手，右边。上车有会走路吗？在。老师，我们到哪边？车站。高点站那个。高点站。北车站了。好。啊，台北车站那个地下室那个高铁。对，然后后面停下面。可以了，不会。这是什么 AI 走的歌曲？对，就这是在站起，这么做水 AI，这么做水 AI，看 YouTube 来宾做水哦。AI 走灵魂唱香黑人。所以我做你拢会听 YouTube 的歌。我知道，根本你哪看 YouTube，他就会出来啊。看新闻啊。他就播嘛呀。太对了。就是入口页面。不能筛选说不要看什么什么，这个叫真的太对立了，没有针对事实的评论，只会对立，没有公义的新闻。哈哈。对，那个选对10年的话还开始。没有，摩托，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的现在叫做政治沙漠区，因为拢唔看到，就係囡仔冷感哦，冷感。我來一個階段啦，像某個階段主人就去關心的。阮的囡仔因拢看抖音啦，會看遐網紅主持的各種東西，他們政治攏對啊，到底攏沒看。囡仔感覺比較趣味啊，大學生攏安尼。一開始的話，可能都是搞笑比較沒有內容，現在會越來越專業化，越真的你所謂的那個網紅的頻道，會越來越專業，這個內容。因為你沒有一定的內容性哦，吸引不住這些年輕客群。他看1、2次就不看了，他就會退粉。好像也是認定的。講講起真正人物是明星哦，伊無一定慢，但是講你話大家都不做慢的啦。我現在高中剛畢業嘛，做你講的這我怎麼都不知道。你老扣扣的，我弄在呀，是呀。啊，我呢，電視人家講播的上面明星啦，你弄。對啦。台灣的演藝圈也就都沒，現在都退落了。我的話都一點都不一樣。我其實他
然后这边囡仔都是这样，他们也不看电视啊，我们手机、iPad 上面看的都是就看的很海的。赖比较少，因为版面很广，然后 FB 也转变，很多都是再转过来，几乎来也差不多。我在看 FB 影片，我来用点嘛，用对啊。所以我现在做厉害，你给停留在某一些，它就自动判断你喜欢，我常停在高尔夫球我每次进去一看，怎么大部分都是高尔夫球。这个跨越收视习惯了。对对对，还有主动推那些的。我都以为那个本来是说，最新出来的短片先出来，结果不是，它是真的你的做的。对啊，真的你看它。收集你的使用习惯，网站嘛差不多。购物网站嘛，你最喜欢看哪一些，他就推那一大堆。是我是我想的。